咁今日好開心啦，喺呢度見到鄭宇碩教授咁樣。咁教授啊，咁而家台灣就發生咗呢個佔領立法局嘅事件啦。咁相反，而家香港嗰個佔領中環嗰個活動就好似即係遲咗啲喎。咁你會點樣回應呢？我相信台灣呢件事呢，對香港都有一定嘅睇法，就係市民見到唔公義嘅事，總要有啲行動，總要有啲承擔。喺我哋嚟講呢，真普選聯盟嘅立場呢，就會係等到政府拎出嘅方案嘅時候，如果真係有篩選唔民主，我哋自然會採取抗爭嘅行動。但係喺政府拎出方案之前，我哋仍然願意盡我哋最大嘅努力，尋求討論、尋求共識，希望能夠解決個問題。咁而家陳太召集人嘅香港2020咧，就提出咗一個公民推薦嘅一個機制，咁樣你哋又點樣睇公民推薦呢？真普選聯盟嘅立場好簡單，我哋當然會堅持我哋嘅三軌並行嘅方案，全力推動呢個方案。但係對於各方朋友嘅好意，提出一啲方案促進討論，我哋係尊重嘅。咁其實有啲市民就話，即係呢個佔中嘅行動啊，就雷聲大雨點小，甚至台灣已經冇預演就佔領咗立法會啦。咁樣你又點樣回應呢市民嘅言論呢？呢個仲係討論嘅階段啦。喺討論嘅階段，我覺得我哋唔適宜採取乜嘢抗爭嘅行動啦。總要俾各方面都有機會進行理性嘅討論。真係政府嘅方案係民主有篩選，我哋自然會全力抗爭。咁唔該晒鄭教授，咁亦都希望市民大家都明白真普聯個立場啦。咁亦都多謝有啲咁好嘅有心人企出嚟為香港講一啲公平嘅説話。咁希望真普聯嗰個立場政府會接受咁樣啦。亦都希望2017嘅雙普選喺香港都可以實現嘅。咁唔該晒鄭教授，杜嘉玲。你知唔知咧香港咩行業最危險咧？嗱，最危險啊唔知，最爽咧就做政治家勞，冇日日都俾人屌一劑。係咁，呢個另外一回事啊。